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。台北市长郭文德下早参加交通汇报，针对到台湾中国武汉肺炎第24例确定的病例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敢若讲是一个60外岁北部的富人人，敢有需要进一步来讲细节，也有相关疫情的议题，来听郭文德详细的回应。中央有公布第24个确诊的病例是在北部，但是他没有公布就是说到底是在哪里。现在是不是觉得就是说中央还是有必要公开一些资讯？你问我的话，公开透明是我的政治主张嘛？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当然，有人说公开会有引起什么恐慌疑虑，那问题是不公开不是恐慌更多吗？侯友宜说，现在他们如果再不公布的话，可能要开设1级的防疫措施。也不用那么紧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。这样地方公布跟不公布会影响到要不要1级开设哦。所以说，你问我的话，我还是主张，我是主张，凡是公开透明嘛，那也许会有一点。有时候会比较紧张干什么？但是你不公开，大家每天在猜，更紧张。所以这会影响到北市开设1级的时程。不会啊，我还是专业处理的。这会不会担心，就是说，因为现在他都一直没有公布资讯，然后就导致会重演上次钻石公主号这样子有好几天的空窗，因为这其实也发生很久了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有时候要变口水战啊。像说那个收容所，你看看哦，全世界从武汉撤侨的国家里面，不公布收容地点有几个国家？你讲给我听，哪一个？如果我们是唯一的，那，所以说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我的态度是这样。我认为台湾人民呢，水准够了，就是说他还是，比方说你收容所要摆那里，也许他还是会抗议，但是他也知道说他就是一个表态，他也不会真的去把你挡住，应该还是不会的。所以，我还是主张公开透明，然后我也相信台湾人民的水准够，应该有办法应付的。现在依照你过去的这个医疗背景来看的话，到底现在台湾有没有这个社区感染的可能？因为 CDC 都认定，就是说我们显然有这个社区感染。我倒觉得重点不是，我倒觉得那个名称不重要的，就是。那何必拘泥于名称，还是食物比较重要的。我的态度啦，我的医学知识告诉我说，社区感染一定会发生的，那挡不住，因为很简单呢，因为他潜伏期随便讲7天就好，他被感染，然后坐飞机进台湾，根本到你完全没有病啊，这个人在台湾以后开始咳嗽什么的，所以会出现社区感染，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就是说。它出现的时候，可以很快的就找到，然后扑灭掉，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。所以重点不是去拘泥说那个名词叫什么东西，我是不太在意那个名词的。那你怎么看美国现在已经列台湾为社区传播的国家？它是按照它的科学，我们常叫 criteria 嘛，就是说。indication 就是它符合哪些条件，它就做这个定义嘛，是这样。但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那一句话的，名称不重要的，食物的效果比较重要。所以你认同詹启贤说台湾是不是社区感染是面子问题？哎呦，我刚才这个你不要问我这种题目啊，我刚才不，医学很简单啊，你问我医学，我就跟你回答医学。可是医学扯到政治，我就不想回答了。不过现在他说24例，他感染源未知，而且接触360人，其中空窗期包括前后29天都没有到隔离，这样怎么看？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社区感染？我猜现在疾管署应该在追踪那些人了。我也觉得这样的啊，居家检疫如果到说要好几千人、好几万人，很快它就会超过那个 capacity 啊。所以，我也想策略一下，也许防疫的策略要思考一下。因为我老实讲，你居家检疫要维持几百个可以，几千个就很吃力了。要超过1万，我看你一定垮掉，会超过它的追踪的能力啊。所以还是务实的来处理的。务实的意思，务实就是说你不要幻想完全没有感染的，只是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做法。所以老实讲
我以前30年前当住院医师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听到艾滋病，好像大家都觉得很害怕。现在艾滋病，我看大家也习以为常啊。所以慢慢的是这样的，新兴疾病、新兴传染疾病一定会出现啊。出现的时候，它也会造成一定的伤亡啊。但是常常只要把它控制在社会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啊，大概能做到这样啊。你不要幻想完全没有，这个不切实际。所以不要说艾滋病啊，我们社群，我们在社区里面会结合多的是的，会结合 TV 的，所以他说这种态度还是用这种态度会比较健康一点的。像你现在有赞成要延后开学吗？这一条哦，所以我态度是这样的哦，我还是看教育部怎么做的。如果教育部说要开学，反正我们该做准备就做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样的，你一直拖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有时候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常常是开学就开学，只是说有问题什么再调整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是外科个性，你知道比较习惯说这种快速应变，但是政治上比较难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就开学，那就监视，那有问题再做政策调整但是这是外科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一般的政治人物不是这种决策模式的。像现在刘真说也装上叶克膜了，你怎么看他说？因为现在大家很关切说这个未来生存。我要看病历才知道啊，这个我要看病历的。不过老实讲，现在，这个当市长久了，也没有时间去当医生了。那是不是觉得武汉肺炎会救了韩国瑜罢韩的行动？这个我想在现阶段，大家还是疫情还是优先处理吧。所以我认为政治的方面会比较堪当的，但是我不晓得，听说那个连主数都已经多少了30几万。是啊，想要问一下你现在要怎么防范？就是说，如果那个24例的，他可能就是在北基这些，那北基是一个生活圈，你们现在有没有在做怎么样子的防范？那还是社区感染就要回入社区的防治吧，还是一样啦，人多不特定密闭就戴口罩。其实我坐公车还是有戴的，坐公车坐捷运还是有戴的。如果像出现社区的传染的话，会要加强一下防疫嘛？比如说到哪里一定要戴口罩，或者是说怎么样子的？那你随着感染的增加，就戴口罩百分比调高嘛。所以是看你自己的judgment，自己的判断。好了。好了。